我来关心美国保守派枪击人士刮曲，第2日追思会，总统川普甲内阁成员做伙去，现场的安全戒备是真严格。也拿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甲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编辑冇出席。 悼念者穿着红白蓝的衫裤，日日通过一站一站的安检，入去亚利桑那会当容纳63000人的州龙体育馆，参加保守派知名创意人士可可的追思会。总统川普、副总统范斯甲其他共和党的高层拢来到现场，镜头有翕到川普甲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握手。川普伫咧出发进前面对记者，俄罗可可这位少年政治名友的影响力，肯定伊创立的保守派组织美国专利点，帮共和党有。 And he's a young man, but a great man, and we look forward to it. It really is. We want to look at it as a time of healing, a time of whatever. That's going to have a very interesting day, very tough day. 近年放基督教摇滚乐，可可的相片是采伫咧体育馆的巷路，一天有真侪人天也未光就到现场排队要入去悼念。 因为追思会人伤济，主办单位也搁伫附近设一个所在，互无法度入去主场馆的人也当参加。 Charlie Kirk is a huge, impactful figure. I think that this is going to change things, and I think he made such a difference. He deserves us to be here. 31岁可可吹杂伫犹他州一场甲大学生的辩论活动被枪杀，凶手是22岁学生，被指控谋杀。调查人员讲，嫌犯不传信息，互伊的查某朋友讲伊挡袂了可可的受婚。这件谋杀案，互大家担心美国的政治暴力愈来愈多，党派对立愈来愈深。虽然当局已经讲凶手是家己一个人犯案，不过川普也是用这件枪击案做理由，加强对政治对手的攻击，甲枪击案拢怪罪乎左翼的组织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。